英國嘅一項臨床試驗有希望揾到一種針對遺傳因素導致嘅帕金遜病嘅新療法。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數據，由帕金遜病導致嘅殘疾同死亡增速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神經系統疾病。然而，如果呢一種療法3期試驗成功，就可以用一種廉價嘅非處方止咳藥嚟治療。帕金遜病冇辦法治癒，靠藥物、手術嚟改善。帕金遜病係一種退行性神經系統疾病，最常見喺50歲以上、具有遺傳因素嘅男性，主要有4個症狀：震彈、肌肉僵硬、運動緩慢以及動作唔平衡障礙。目前帕金遜病冇治癒嘅方法，主要靠藥物、手術治療嚟改善症狀。現代嘅醫學研究認為，帕金遜病係由於控制運動嘅大腦部分黑質中嘅神經細胞分解或者死亡所造成嘅。呢啲細胞負責分泌人體所必需嘅神經遞質多巴胺，但係喺受損之後就會停止分泌。帕金遜病仲可能涉及對產生另一種神經遞質去甲腎上腺素嘅神經末梢嘅損害。目前該疾病嘅治療選擇僅限於2種藥物嘅組合。卡比多巴同左旋多巴，而且治療費用昂貴，喺世界上好多地方唔容易獲得治療。帕金遜病患者亦都可以選擇做手術，神經外科醫生會喺大腦中放置特殊嘅電極，但係呢種治療方案並唔能夠阻止疾病嘅惡化。止咳藥 Ambroxol 喺2期試驗中嘅希望。2009年發表一項研究，使用止咳藥 Ambroxol治療另一種神經系統疾病過謝病。患上該疾病嘅人缺乏一種叫做葡萄糖腦金枝酶嘅酶，呢種酶被大腦用嚟清除有毒蛋白質，好似 A 減突觸核蛋白，因此佢係帕金遜病嘅生物標誌物。高達12%嘅患者喺出生嘅時候就具有同呢一種關鍵酶嘅低水平相關嘅基因突變。好多冇呢一種突變嘅患者體內嘅 GCase 亦都異常低下。研究結果表明 Ambroxol 顯著增加咗哥謝病患者嘅 GCase 水平，咁樣引起咗帕金遜病研究人員嘅注意。如果 Ambroxol 可以增加 GCase 活性，咁樣佢係咪可以用嚟治療帕金遜病呢？一項2期人體試驗發現 Ambroxol 喺可以穿過血腦屏障嘅劑量之下係安全嘅，而且可以令到 GK 水平提高大約35%。2020年發表過一項研究表明，該藥物仲降低咗帕金遜病患者嘅 A 減突觸核蛋白水平，並可能改善運動症狀。3期試驗將喺今年嘅英國開始，研究人員將會招募330名帕金遜嘅病患者，並喺英國嘅10到12個地方跟蹤佢哋嘅病情，針灸、按摩加食療緩解帕金遜症狀。雖然而家冇徹底治療帕金遜病嘅方法，但係研究表明某啲療法可以減輕帕金遜病嘅症狀。例如太極拳對中度帕金遜病患者嘅平衡同穩定性產生咗有效改善，按摩可以幫助緩解帕金遜病患者常見嘅肌肉僵硬。2020年發表喺神經病學前沿上嘅一篇系統研究中述發現，針灸治療帕金遜病喺臨床上可能係一種有效而且安全嘅方法。根據2002年發表喺神經病學雜誌上嘅一項研究，服用某啲維他命，例如維他命 C 同 E 以及類胡蘿蔔素，亦都可能降低患帕金遜病嘅風險。